来看花莲的倒溪乡哦，有两个查甫人烧酒早6前去爬去掠山猪，其中有一个姓苏的查甫人哦，可能是看到乌影就开枪，结果拍到一个美丽产业嘛，准备要拍山猪，一个姓白的查甫人，枪支又是弹到伊阿妈棍，送病院急救嘛救无回来。 救护人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，互枪弹到的这姓马的查甫人已经昏去，唔知人啊。家属口甲真伤心，开枪的这男人嘛唔敢相信，讲伊拄仔拍到的唔是山猪，是一个活人。山猪，他又没开灯，他窝在那个田埂里面。 看的时候，结果就打了。案件是发生在14暗时10点，警方接到报案，在倒溪乡花75-35公里处是发生拍打煞去拍到人的案件。红弹到的这些马查甫人本身嘛是男人，埋伏在田遐所红当作是杂物。苏姓犯嫌与陈姓友人携带猎枪前往稻田狩猎，因视线不佳，苏前误认黑影为山猪而开枪射击。 误伤独自前往打猎之马姓男子。救护人员到现场发现，讲这姓马的查甫人暗棍着枪，已经无什么意识 ，CPR 而且送去玉里的主治病院急救。接触到患者，发现患者已经没有呼吸、心跳病情，然后我们救护员立即开始 CPR。那患者在医院急救处之后，仍然在医院宣告不治。 经过警方调查，3个人拢合法持有拿枪，但是因为无小心去弹到姓马的查甫人，涉诉的嫌犯红照杀人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另外涉案的枪支，佫必须要交转来，而且撤销许可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